咗充滿活力嘅 Tiffany 一齊玩，同我一齊梗係玩一啲有挑戰性同埋好玩嘅嘢啦。呢個商場就啱晒後生仔玩啦，因為有好多嘢都可以玩㗎。我哋第一站不如就去 VR 體驗館啦。Let's go！呢度4000尺咁大，仲會每一季轉 game，等間我就可以大顯身手啦！哇，咁你一齊玩我定贏啦 ！Yeah，let's go！ 我諗我第一次玩咧，同埋唯一一次玩咧，應該就係喺主題樂園玩 VR 之後坐過山車啦。咁所以我真係拎住可能一部機啊，或者可能就咁戴住個 goggles 咁樣玩 VR 咧，我係冇試過，所以我非常之期待等間。玩之前，我覺得 Tiffany 係應該係一個 good partner 同埋神隊友嚟嘅，因為話晒佢運動咁勁啦，冇理由我贏佢啩。喺呢段等待嘅時間，等我哋了解下旅程入面嘅基本情況先。我放你哋馬上快快陣你見唔見到啊？見到，快啲收入！呢度有好多以前聯盟用過嘅廢棄裝置。你射唔射到佢啊？好似射到。哇！都只係泡影。係，我喺望緊你喺邊度。個 game 咧比我想象中咧更加多場景啦！我一入到去咧就係一個水底世界，跟住咧又下一秒去咗個外太空喎。同埋頭先咧玩嘅時候咧，差啲同 Tiffany 咧係撞到。畫面上咧又好豐富啦，好多好色彩繽紛嘅顏色啦，跟住同 Yasmin 又喺度拖手咁樣喺度行去做唔同嘅 mission 咁樣啦。所以其實我覺得第一次咁樣去玩 VR，我覺得係非常之新奇嘅。呢個商場真係好適合嚟到輕鬆放電，仲有運動玩樂型嘅鋪頭。呢度仲有好多鋪㗎，例如眼前嘅，哇，係 Nintendo 迷嘅天堂啊！呢度佔地1萬尺，有多個主題分區。除咗任天堂遊戲精品同埋主題區之外，仲有逾7間嘅知名廠商專區，部分呢仲係首次登陸香港。好多嘢睇之外，仲有好多個互動同遊戲嘅設施啊！仲有適合一家大細嚟玩嘅歡樂天地 Whimsy， 呢度霸咗成層，有100幾種嘅遊戲可以一齊慢慢嚟玩。玩到咁上下啦，我哋好推介嚟到呢一間日本超和風嘅日式洋食店，成個裝修好有氛圍感。最中意咧就係呢度嘅吧台同埋窗口位，而且食物好精緻。中意日式嘅洋食，千祈唔好錯過。呢一個和牛薄燒海草堅魚湯意粉係完全感受到日式洋食嘅魅力啊！個湯好鮮甜，而且和牛薄燒入口即溶，特別適合嚟到呢度 tea time， 配翻個精緻嘅飲品，再加埋佢哋嘅特色甜品，例如呢個雞蛋布丁，仲有栗子蒙布朗，每一道都係味覺同視覺嘅雙重享受。食完嘢咧，再喺度四周圍 explore 下。